竟然录做迄名啊，11点后一个人哦，安尼咪甲做事情，到迄做事情时看着讲，书内底迄个灯火啊光光，表示啦还未看了了，咱若做时间电脑关掉，有火就才好来去啊，爱就去啊，师傅地主来了。当然我做，你来做啥？你也看咱屋主也是很幽默爱就讲，下晡你去甲茶房迄个点这个柜，甲讲了，你靠迄3个叫我3间来，我即摆已经来啊。我做听人讲，哈哈哈，对，竟然你知影我的意思？迄师徒的心拢已经安相通啦。所以门拍开讲，进来，门关了，了分一个座位落坐。然后加洗条，甲迄个较早的迄个壁吼，拢有迄个窗仔顶烘入了，袈裟遮围，开始为传说，恭敬起，应付所住，以心以心，无讲到完，讲到这是六祖当下开悟。原来如此。对不起，我们到这里。有点半了。因为这个讲下来可能很长跟《金刚经》可能没有说很切题但是六祖坛经也是从《金刚经》这样因缘结束而来因为在朝代不同，2568年前跟1000多年差了1000多年在唐朝的时候，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见好就收好发福建语，来同时安息晚上。或许这个也是奉父先人的指示咱或许是感觉，临时起意也好，还是说过去有学习到一点点的经典的基础，讲出自己的想法，来跟各位浅显来做一个分享。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请父亲的慈悲多多指导，请各位浅显也或许多多指正。那最后呢，祝我们贵单位活动合成单位合成单位到红展，但是或许刚刚咱家拢是大菩萨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行身向内去关照自己。第二个，外环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你只要讲出来，环走过。必留下痕迹。希望我们大家互相鼓励。如果有可能，也欢迎各位浅显到花莲去跟我们花莲的小后学多多指教再有可能，我们现在国外很多大厂都希望很多浅显来护持跟表演，希望大家有机会安排一下。尤其我咧当年听讲俺毋捌出国。应该是爱对咱父亲去真正去建设，去感受一下。无你经济才好，条件才好，汉语阁才好，道貌阁才重要。你今仔管理厝的孤芳自赏，安尼讲起来比匠心无平等，对不对？大家掌声给他鼓励。好，各位学员，法喜充满，大悟宏展，谢谢各位。大众请起立。感谢点门师慈悲前导玉鞠躬，坤道玉鞠躬。毕刚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导玉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感谢点门师慈悲鞠躬，坤道玉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感谢点门师慈悲鞠躬。持驾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导玉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驾前人鞠躬，双驾父前人鞠躬，双驾点门师鞠躬，坤道玉鞠躬，
再鞠躬，三鞠躬，持家前人鞠躬，送家父前人鞠躬，送家典文师鞠躬。好，大家哦，感恩。哎，不行。